色香味俱全嘅簡易烘焙小菜，700g 雞腿，每面切2刀，放入一個膠袋裏邊。預備醬汁：35g 味淋，30g 生抽，20g 魚露，20g 檸檬汁，35g 蜜糖，1茶匙甜紅椒粉，2茶匙香茅粉，攪勻，倒入袋雞腿入邊，綁好，放喺雪櫃醃1個鐘頭，中途反轉個袋。5g 新鮮9層塔葉，切碎備用。醃好嘅雞腿連同醬汁倒喺個焗盤裏邊，放好，將焗盤裏邊嘅醬汁掃上去雞腿上，放入預熱好嘅焗爐中層，350度華氏即係攝氏180度，焗35分鐘。打開焗爐，取出雞腿，掃醬汁於雞腿上，放上9層塔葉碎，放回焗爐，開爐焗5分鐘。焗好啦，跟住咧，將焗盤裏邊剩餘嘅醬汁淋返喺雞腿上邊，就可以上桌啦。